滚出去！你们不是说这些不是人吃的东西吗？我看这些东西啊，就该给你们吃。你骂谁呢？我骂人了吗？Sorry， 一时嘴快没忍住。你看，先是男神，又是股神，这会儿连小鲜肉都去招惹。各位阿姨、大姐，想必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吧？像刚才那样的泼妇骂街行为，不用顾及公司形象吗？阿姨、大姐、泼妇，好男不跟女斗，闪！别走啊！对不起啊。什么女人呢？这么没礼貌。你好，我叫黄辉，25岁，硕士在读，本市户口，单身，白羊座，无不良嗜好。你相亲呢？我叫冯芳，刚才谢谢你啊。你就是那个网络小说家冯峰啊？说了你可能不信，我和我妈都是你的忠实粉丝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在这工作？没有，刚来面试，本来准备来这工作，就在刚刚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和一群泼妇一块工作啊？Sorry 啊。啊，饿了。好了，把手拿出来吧。我这左手已经被你打得手无完肤了。那就换另一只手呗。别动！